你見到咁多嘅企業主啦，咁可唔可以幫我哋分享下一啲嘅心得同埋一啲嘅個案啊？首先，我哋通常咧幫啲企業主去做隔離嘅時候咧，咁第一個咧就一定係要辦一個香港身份先。咁因為始終咧香港嘅稅務咧係全世界數一數二最低嘅。只要擁有香港嘅稅務居民嘅身份嘅話咧，我哋可以享受一個好低嘅個人所得稅，甚至乎咧公司嘅分紅稅同埋投資增值稅咧喺香港都係零嘅。咁呢個咧的而且確係俾到國內企業主好大吸引性喺度。通過辦咗個香港身份證之後嘅話咧，咁開始企業主就通過股權嘅設計喺香港成立新嘅公司，慢慢將部分嘅業務以香港作為一個台階去出口到其他世界各地㗎啦。咁呢個亦都牽涉到包括就係開公司啦、股權設計啦，更甚嘅話咧，其實就亦都牽涉得到融資方面。事實上咧，香港成個融資市場咧，舊年做得好好。香港喺舊年個 IPO 咧係成功募集咗咧超過2800億，亦都係全世界 No.1 嘅。咁總共就係119間嘅公司啦，成功喺香港上市啦。咁但係排隊嘅公司咧，其實而家超過500間添。可以想像得到咧，未來咧香港嘅融資市場咧係繼續會好火爆。同我哋分享下呢個企業出海對佢哋咧係有咩咁重要咧咁樣？第一啦，國內個營商環境其實係都幾嚴峻下，因為個競爭性高啦。咁有好多企業嘅毛利率其實都唔係幾夠，反而同一件產品咧喺國內可能要賣得比較平，但係去到海外市場咧，其實可能有幾倍嘅利潤喺度喎。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催化咗好多企業主係去咗將佢哋自己產品去外銷。咁但係同一時間啦，香港亦都係受惠得到一個好低嘅稅率喺度啦。咁譬如好似香港嘅公司嘅利得稅，200萬樓下係8.25%到嘅啫，200萬樓上嘅都係16.5%嘅啫。但係更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企業主佢間公司賺到錢，第時分紅俾自己。如果係香港嘅稅務居民嘅話咧，其實唔需要交1蚊嘅分紅稅。尤其是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當企業主佢賺到錢啦，間公司個價值係高咗啦，佢哋第時賣走咗間公司，香港嘅投資增值稅又係零。相對於國內個稅率嚟講嘅話咧，其實真係優惠咗好多。咁所以無論係開拓海外新市場嘅方法，或者係過嚟香港享受一個稅務優惠嘅方法咧，都吸引咗好多企業主喺香港成立公司。咁所以我哋自己家族辦公室第一步咧，亦都係幫助企業主喺通過唔同嘅股權結構啊，喺香港成立公司啊，或者離岸成立公司啦，去幫佢做到企業出海第一步啦。咁我哋提供一條龍服務俾佢哋，係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企業主對融資嘅需求其實亦都大咗好多。咁第一樣嘢啦，國內而家公司上市個難度係高咗好多嘅。咁啊，反而過嚟香港咧，就係個難度相對地會比較低啲啦。咁同埋舊年個港股其實亦都係做得唔錯，成年升咗30%到㗎。嘉文姐你自己有冇買啲？我有啊。舊年我哋公司啦嘅股票咧就40幾蚊啦。咁我見到咧係歷來好少咁低嘅，咁我就嗱聲咧就梗入貨啦。咁啊依家咧80幾蚊啦，所以我賺到接近2倍㗎啦。哇！咁你跑贏咗大市喎。都咁樣啦，即係我見到公司嘅生意做得好好啦。咁我見到嗰個嘅公司嘅股價咧好難得咁低，咁所以咧我咧就嗱聲咧趁機會咧就嗱聲懟晒落去咁樣。依家好感恩，都賺到唔少。咁嘉文姐要請我食飯。一定要。咁事實上咧，香港喺環球 IPO 市場咧，舊年做得好好。至少喺未來3年咧，香港維持全球 IPO 第一個機會咧，其實亦都係非常大。咁當然啦，有好多嘅企業主未必一定係有呢個實力或者有呢個能力去喺香港上市，但係對於融資嘅需求咧，亦都係因為香港嘅股票市場熾熱咧，激發咗佢哋自己個信心，同埋過嚟香港去找機會嘅一個情況喺度。咁所以我哋自己家族辦公室亦都係可以提供唔少嘅融資渠道俾佢哋啦，譬如好似成立基金啦，或者係通過 ODI 喺香港成立公司去攞政府分定啦，呢啲咁樣，呢啲都係我哋自己日常裏邊嘅業務。